大家好，我是小刘，今天去给太公和外公扫墓了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一眨眼，外公已经离开我7年了。那很多朋友肯定会问，离清明节还早，你们怎么就去扫墓了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一年到头，只要长辈在你心里，你随时都可以去看他们。那正好这2天，我弟弟和我舅舅都在苏州，然后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就一起把今年扫墓的这个事情去做了吧。反正早做晚做都是要做的。挤在清明节的话，到时候外婆年纪大了，人多还不方便。儿子，起床啦！今天要带你去看老公公啦。去年你还小没有去，今年要去了。岁月无声，记忆犹在，一年又一年。现在的墓地是越来越贵了。我记得我外公18年去世的时候，好像这里是几万块吧。然后去年年底，我外婆的一个妹妹走了。我外婆的亲妹妹走了，好像买的就要10几万了，几乎翻了1倍。我在想，如果等到我们以后过掉，估计只能住在塔林里了。塔林里还是便宜一些。生死轮回，天道常然，古往今来无人免，唯愿记忆永不退。他们化作星辰，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。问问这个弓呢？这个弓，这个弓。妈妈摆上这个弓吧。来，来，最后是个钉钉了，到线里来扣着了。还是第一道来。第一道来。乡里。水东风凉啊，水东风凉啊，下石山。阿屌，摆种。千里水淡，尽负心吹干。七上幸福神。我是为来为去，为了家。所以没奈何。这得撇下他，这得撇下他。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我外公讲故事了，尤其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让他给我讲。我长大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他给我讲的那些历史故事都是评弹里的经典折子。而且有一次，我和我舅舅、我弟弟，我们3个人坐下来聊天，才发现原来这些故事外公都给我们讲过，这就是一种传承嘛。所以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就是说曾经听故事的人，现在成了讲故事的人，而曾经讲故事的人，现在成了故事里的人。我特别想念外公，如果他还活着，该多好啊！现在走过去看老太公，其实我对老太公没有什么感情，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印象的时候，太公就去世了。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年要去看他，因为我现在的传承就是来自于我太公。太公，今年有生来看呢，咱变成个第5代弟弟来看呢，把哪副叫来太公的叫来祖宗，来祖宗的。我是明儿襄阳。
情，想得灵应后等西顶人。现在来喝水吧，看看今年哎呀发几号动力啊！我们献上祈祷和怀念，愿你们在天上地下安好无忧。回家了，明年再来。